各位家长，大家好。今天呢，很荣幸的话能够邀请到各位家长到这个场地里面来。那我们因为知道现在的话有很多教育的改革，所以我们现在举办这一个说明会，希望给家长的话更多的资讯。那今天的话，我们所要讲的主题是6年一贯，6年一贯。我们为什么要做6年一贯呢？因为这个社会上有这样子的需求。我们为什么要做6年一贯呢？因为学生的话有这样子的需要。我们为什么要做6年一贯呢？因为我们必须要让家长的话，把小孩子的话教到新国这6年里面的话，我们让他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怎样子去做6年一贯？第一个，我们的课程的话6年一贯，所以我们为了要因应高中的课程，我们会适时的、适量的，在国中的课程里面的话去做加深加广的动作。我们为了要做6年一贯，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教材上面的话让它6年一贯。那怎样子在教材上面6年一贯呢？就在国中里面的话，我们就有些部分为了因应高中的需要而自编教材。我们在国中到高中这一段衔接的过程里面，我们也要用自编教材的话来做好它的衔接工作。我希望说这样子的6年一贯的话，能够获得所有家长的话大家的回响。那以上的话，非常感谢各位家长今天的莅临。Here we have Kelly. You know what they say. You know what they say. Sam, out with the O and the E. Norita and Wendy. So Norita, what do you want to be? Kelly or? The title of the Unit 5 is Swing First and Walk Later. Swimming instructor in Russia. Relax and are not afraid of water. Okay, very good. Okay, number 38. Stop! Why are you overloading your junkie? People loud and loud, and when they close the blind, the pole broke and the donkey fell into the river. You play. I am the wife who earns a lot of money. I'm a husband. I don't have a job. I stay home anytime. Honey, I'm home. What time is? That's okay. I forget. But now I am hungry. Okay, I'll cook the dinner for you right now. And I am tired. You are tired? Now I'm telling you I am tired. Who works outside all day and make money for you? And you must be very proud of yourself. Just lie down on the couch, drinking beer, and watching TV. And now I am tired. Oh, honey, you know I love you so much. I love you so much too. And now I guess you understand who is the winner. 这是线香在空气中燃烧的现象，它的火焰就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到纯氧燃烧瓶里面，你会发现它的火焰会变得比较旺盛，对不对？燃烧完之后，我们要把它拿出来，然后这用完之后，火灯记得要熄灭，然后在这里面投入2片石尾柿子，取2片石尾柿子，投入水溶液里面，1片蓝色，1片红色，然后轻轻盖住，拿起来摇晃水溶液，使2氧化碳溶于水溶液里面，然后再观察石尾柿子的变色，
哦，那有没有蓝色存在？如果没有蓝色存在，代表这水容易变成丙酸性。好、等一下每一种都是这样做。然后线香可以把它放到水槽里面洗。2、1，点。记得你要去跑地桶了，拿了就马上踩。好。下一次请你小准备，跟孩子来说。至少会取到8个。然后把这个。开始我们挑不一样高度，动这一个。然后把词组从新的词组把它排列出来。例如我现在可以说，挽回最初的印象，却挽不回苍老。这也是一个很美的诗意啊，对不对？在词组的抽换之间，你会发现呢，它都有一些很美丽的意象会激荡出来，好不好？试着做看这个词语的接骨数。今天我们的辩题是国中生适合或不适合结交，表现的精彩程度可加1到5分。最后有个抽辩，学习即兴交往，很可能就会因为缺乏锻炼。首先，第一点，你要去反对所谓的在场的每一位教育就含一起的酒，他们跟老师都相处在一起了。请问一下，为什么反对他？针对所谓的结交一些朋友，你跟我影响你，你跟朋友影响你，就连我里面还有提到第一个酒里面还有提到一个感觉是，这本书原来跟我之前对他看到那个名称《圣经预言书》，跟我想象它内容应该会是怎么样，结果完全不一样。圣经预言书它里面，我还以为它会跟圣经是什么，大概是我的那个观察的力量。现在的人分开了，让你的跟他写出来的是写出缤纷的回忆，却写不出苍老，就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人生写出缤纷的回忆，因为人生是多彩多姿的，让我们去点缀它。然而，在时间的洪流当中，我们却写不出苍老，这是因为我们在创业或者在过生活的时候，时间却一点一滴的流逝了，所以我们会苍老，但是我们的人生是多彩多姿的。手伸直向后推，放下来就拿到手。好啊。有没有？我们下一单。前面这个太前面了。接下来3，推出去，到前面。The
家林国小驻麻河小同学写下在12点15分。我们就是用圆跟水滴的造型，然后我们来自由创。上次你做的那个圆的造型，同学请靠到前面来。你做小猪的同学靠到前面来。没关系啊。Green onion, that means you are smart. If you tell a garlic, that means you're good at math. How about stethoscope? You can be a doctor. No, tell a calculator. I want you to be a businessman. No, be a doctor. Businessman. Doctor is better. Businessman. Doctor. Where's my baby? Daddy. Oh no! Look at what you did. Playboy! It's all your fault. Come on. 第6名，新国高中。
之艳福，便入木3分。一声家变，步态娉婷，滴溜溜的眉目最出手人呐。顾盼里无限风情，这可是叫人笑啊！举手投足到先导评分，挥洒的全是奔放热情。喜怒哀乐，哇！浑然天成，大情马脚做看家本领。最后就活大锅满捧菜呀！哎呀呀，谁不说是个活色生香的俏佳人呐？这边厢把秀丽端庄轻一番，未曾刻意蝴蝶，蝴蝶已写成容颜。我唱期盼问晚，似水柔情，尽在秀的回旋。似水柔情，尽在秀的回旋。满怀炽热闹，炽热少年，美少年刚烈，一腔刚烈，却山人皆呈现。一腔刚烈，也将贞洁呈现。纤小的手若有心事流露，期待的眼神还是沉潜，期待的眼神含蓄沉潜，期待的眼神含蓄沉潜。啊，爱恨情仇纠结缠绵，爱恨情仇纠结缠绵，爱恨情仇纠结缠绵，心底结闹，反吞出苦辣酸甜。每一句唱来都是幽怨。西皮二黄风尘，一声声哀感晚宴，哀感晚宴，哀感晚宴，哀感晚宴。情意浓艳收藏，小女子娇俏模样，各自擅擅长，人人都欣赏。哎，今朝装模作样，都训练无常，人生这般走向，学点时尚，抓些疯狂，学点时尚，抓些疯狂，学点时尚，抓些疯狂。既要高潮迭起，细靠粉墨登场，瑰丽有才地下，会不会迷失？会不会彷徨？会不会迷失？会不会彷徨？会不会迷失？会不会彷徨？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谢谢。
如果人世太平常，有什么可说，有什么可唱？首先我们请我们演讲组的同学，演讲组同学演讲组请上来。大家一起努力的感觉很好，很开心啊，就是36总冠军。希望今年有机会在一起，大家一起来比赛。好，我们现在请演讲组的作文组同学请上来。我觉得我们这次能够拿到36总冠军，是因为老师和同学的努力。我觉得很感谢我们的老师。好，名次请记。我们在高2这样得到那种36总冠军的其中一员这样，然后跟这些学妹在一起练习，然后还有老师啊，这样都感觉很开心，然后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想这是我高中生涯最开心的一件事。语文组，闽南语文组现在多少？就是在这次的练习过程之中，我们虽然说我们遇到了很多的挫折，但是我们都是把它当做一个迈向成功的一个踏脚石，所以就让我们得到了这个36总冠军，然后大家都是非常的高兴。对，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觉得最珍贵的其实并不是我们的这个头衔而已，而是我们大家的努力，还有我们取得珍贵的友情。我们还有我们的书法家。我觉得进新国以来，感受到新国中学面对对外竞赛的态度，所以我们不仅是36总冠军，我们的态度也是第1名的。所以这次参加比赛的过程，经过老师不断的指导和不断的努力，所以不仅让我可以得到这个奖，也得到了非常珍贵的友情。这是我觉得最能让我怀念的一件事。好，大家好。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今天呢，大家共同聚在这里啊。除了我们庆祝我们36冠军之外，同时我们也预作我们未来明年我们进军我们县赛，甚至于我们全国赛的准备。所以我们期待明年我们有更好的成绩，我们一起往我们的全国赛进军，好不好？好。好，今天我们谢谢大家，同时大家也谢谢我们的来宾，我们给我们来宾鼓掌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大家。
康，给你鼓励，勇敢地大声叫。哦，谁叫声哦，香烟不要，谁叫声哦，香烟不要。今天很高兴来这里哈，因为这个机会对我来讲也是很少的，也很难得，因为很久以来都很少去跟人家谈东西，尤其是跟看到这边，其实这个地方刚好这个故事讲到快要另外一个段落，就是当初这些电影从开始票房非常好。